我哋呢項中空微球技術源自中大嘅研究發明，核心係一種以全礦物成分製成，喺顯微鏡下可見內部中空，好似乒乓波咁嘅次微米結構，可以更加有效反射紅外線同埋紫外線，令佢可以作為新一代嘅環保添加劑。透過應用喺防曬產品，可以減少使用化學添加劑，以及避免加入微塑膠，從源頭解決生態污染嘅問題。同傳統成分比較，中空微球可以提供更強嘅紫外線保護，產品嘅質地更貼服，而且唔會喺皮膚留低白印。中空微球亦都可以應用喺建築業，將中空微球加入外牆塗料，有效反射紅外線同紫外線，令建築物表面降溫，從而減少冷氣嘅耗電和碳排放。喺紡織物方面，我哋依家開發緊將中空微球嵌入纖維，令到布料具有長效防曬嘅功能。香港綠色創新大獎一直備受業界嘅認同。本次得獎肯定咗我哋公司喺環保科技具備創新性同埋改善環境嘅成效，對我哋嘅團隊有極大嘅鼓舞，亦都令更多嘅市民同業界了解我哋呢一個香港製造嘅科技，一齊用喺呢一個科技同業界為環境、機構同社會帶嚟真正嘅裨益。